恒指失守26,000點，究竟嚟緊會跌到邊呢？目前係唔係一個低位撈入嘅好機會呢？ Hello， 你好，我係 Aaron 啊。咁嚟緊呢個新嘅 channel 咧，我會分享多少少自己嘅一啲投資上嘅諗法啦。咁亦都會邀請其他界別嘅投資專家嚟分享更多佢哋嘅投資心得嘅。咁所以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 啦。咁呢條影片會同大家分享下恒指嘅走勢啦，亦都會分享下美股大市嘅走勢嘅。講美股嚟緊會跌到邊個位呢？而個股方面咧，想同大家分享下阿里巴巴嘅最新走勢。阿里巴巴嚟緊會唔會再跌一波呢？關鍵位喺邊度呢？仲有華虹半導體喺今波跌市當中咧，佢係比較抗跌嘅，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下佢嘅上升潛力。如果咧留意緊港股同美股嘅機會，記得訂閱呢個新嘅 channel 啦。嚟緊會有我分享更多股市上嘅諗法，亦都會邀請其他嘅投資專家同大家分享更多嘅見解嘅。恒指今日收市喺25,900幾，亦即係話正式失守26,000啦。咁我哋睇睇恒指嘅走勢啦，佢係比較震盪少少嘅近期。咁唔算入一個跌勢嘅，目前嚟講，因為你見到其實雖然佢跌咗3日啦，咁但係佢喺早1-2個禮拜咧，其實都係一個升勢嚟嘅。目前恒指咧係行緊一個大上大落嘅上落嘅一種趨勢，亦即係橫行上落嘅一個趨勢。而佢橫行上落唔係嗰種窄幅橫行，而係講緊大上大落嘅一個趨勢，亦即係我哋所講嘅冇趨勢啦，冇方向啦。咁所以目前嚟講咧，其實做一啲持貨嘅策略係會比較難做少少嘅。咁當然如果短線少少嘅做翻啲 day trade 嘅話咧，咁相對嚟講會好啲，因為日內嚟講咧，睇翻佢個趨勢就明顯嘅。而今日為例啦，你都見到咧，今日其實係除咗頭1個鐘之外咧，由11點開始都係一條直線咁樣去落嘅。咁所以呢啲情況下咧，你見到日內嘅趨勢其實係明顯嘅，反而就係睇翻日線幾日或者幾個禮拜嘅趨勢嚟睇咧，就不明確嘅。其實你可以見到咧，恒指下邊係會有一條嘅上升軌嘅，係由10月17號啦，同埋11月5號延伸出嚟嘅呢條上升軌。而上升軌大概就25,700至5,800嘅呢個區間啦。而再落多少少咧，大概25,600咧就已經係100天線啦。咁所以我預計25,600去到25,800呢200點嘅區間咧，其實就會有支持嘅。你話會唔會一個好持續、好嚴重嘅跌勢呢？咁似乎就未必會有嘅。咁再加上目前去到再落多幾百點，已經係有個重要嘅支持位，包括呢條上升軌同埋100天線嘅一個區間，25,600至25,800已經有一個嘅支持位。而恒指如果嚟緊真係要見底呢，我都希望見到有新嘅1-2個板塊係 keep 住跑出嘅。咁呢個代表有錢去流入啲新嘅板塊，咁所以可以留意下恒指嚟緊呢1-2個禮拜有冇發生呢件事。睇翻美股嘅大市方面呢，睇翻標普呢，其實佢啱啱呢目前呢係跌穿咗前浪底嘅，咁所以目前嚟講呢，佢係行緊一個向下突破嘅一個走勢。下方嘅支持位呢，一數呢已經要數到去100天線啦，即係6,530幾嘅個位置，100天線。咁所以我預計美股可能短線嚟講呢，仲有少量嘅一個下跌空間。咁睇翻納指呢，都係跌穿咗前浪底嘅。睇翻板塊方面呢，你可以見到嘅呢，其實科技股絕對都係近期比較嚴重嘅跌幅。OK， 你預咗科技板塊呢，其實對於美股嚟講呢，都係一個大上大落，即係佢升嘅時候當然可以升得好勁，但係一回調起上嚟，美股嘅科技板塊呢，通常都係跌幅係可以好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自己炒得科技板塊，你就預咗回調起上嚟，一啲科技股嘅跌幅係可以好嚴重嘅。OK， 即係咁當然呢個係短中期嚟講啦。OK。即係無論係聯儲局派鷹都好啦，定抑或係一啲數據，定抑或一啲突發消息都好，其實都係偏向一啲短中線令到市場下跌嘅一個原因。以一個短線角度嚟講，美股仲有跌幅空間，但係長遠嚟講呢，我相信幾個禮拜後，我相信市場就會開始慢慢有個趨勢出現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唔會去到沽美股嘅，我唔會去沽空美股嘅，我反而會等佢你跌多少少，你跌完啦，你真係慢慢做翻個底啦，我先去考慮翻要唔要入翻，我自己會係咁樣做嘅。沽空美股咧就相對比較危險少少，因為美股咧即使佢係一個跌勢形成咗都好啦，佢可以反彈得好勁嘅。即係例如你可以見到上個禮拜5啦、14號啦，低開幾百點嘅，但係盤中即刻夾翻上去，收翻喺50天線之上，即係佢反彈起上嚟都可以反彈得好勁嘅。所以美股去沽空佢咧，反而唔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選擇，反而係等佢跌多少少，真係差唔多到底啦，再撈翻啲貨，呢個會比較好啲。跌市當中有咩股票值得撈呢？有一個好重要嘅標準就係
要揾啲抗跌嘅股票，亦即係話成個市都跌，但係極少數股票唔係好跌嗰啲呢，冇乜資金去沽佢嗰啲呢。咁嗰啲股票就係值得去留意嘅股票啦。咁嚟緊我都會有一個嘅主題工作坊，重點去講呢樣嘢嘅。咁我會有個3日嘅免費工作坊呢，就會特別去講一講而家跌市期間有乜嘢潛力股係值得低位去撈入呢？因為唔係所有嘢都會值得撈嘅。即係如果你諗美團嗰啲，你諗住撈呢啲呢，咁你會繼續跑輸個市嘅。咁但係總有啲股票有啲準則可以揀到出嚟，係特別係而家低位好值得去撈嘅。咁喺呢個免費工作坊就會講多少少。咁有興趣喺留言區嗰度呢，有個連結就可以報名嘅。咁同埋就係另外一件事，就係啱啱都有提過嘅，就係巴巴都要留意。因為巴巴某程度上呢，其實佢有機會係帶領下一波嘅一個趨勢嘅。咁所以巴巴嘅方向其實係幾影響個大市嘅。咁佢亦都係最權重嘅一隻股票啦。咁巴巴呢，其實近呢幾日嘅走勢都係麻麻嘅。你唔好見佢禮拜1、2好似都係綠色咁樣。咁但係其實禮拜1係衝高回落嘅，禮拜2都係衝高回落嘅。呢2日都係升上去又俾人撳翻落嚟。OK， 咁所以巴巴目前嚟講其實都唔係話太夠力嘅。咁而巴巴呢，就嚟出財報啦，咁而佢亦都係比較領導市場嘅一個，即係你可以當巴巴係其中一個大市指標，因為呢，佢嘅走勢呢係某程度上幾影響其他股票嘅走勢嘅。咁所以你要判市嘅話呢，其實巴巴嘅走勢都好重要嘅。呢幾日嚟講呢，我自己覺得我會等多幾日嘅。首先一嚟就我總結下，我會睇啲咩啦？就我會睇嚟緊呢1-2個禮拜呢，巴巴嗰邊佢嘅走勢會點樣影響大市。其次就係恒指如果落到25,600至到5,800呢個區間，會唔會有承接？如果恒指有承接嘅時候，會唔會同時有1-2個新嘅領導級別嘅板塊跑出，代表有資金流入咗啲新嘅板塊？所以呢幾樣嘢會影響到嚟緊個市況會唔會有機會炒翻上去嘅。咁所以今次我覺得都可以採取呢個策略，就係假如啱啱所講啦，即係巴巴如果嗰邊個表現有機會轉好嘅，再加上恒指去到25,800有承接有見底跡象，再加上有1-2個新嘅板塊跑出嘅，咁如果呢啲條件都中嘅話呢，咁我可能就會入1-2隻股票去試一試水溫。而假如市況再嚟緊變好嘅，我再加1-2隻。咁所以個策略一定係少數嘅股票試水溫，掂就再加，唔掂就唔加啦。咁所以呢個係相對嚟講比較進可攻退可守，兼顧到風險同收益嘅一個做法。佢話有咩股票比較硬淨啲呢？或者係有機會我會留意嘅呢？咁就係其中一隻就係華虹半導體。咁呢樣嘢我自己都估唔到嘅就係科技板塊比較弱勢嘅情況下，竟然半導體呢係硬淨嘅。即係你要知道近呢1個禮拜有幾日連續嘅跌勢出現咗喺恒指嗰邊。咁唔少股票都會嘅，包括一啲上2個星期比較強勢嘅內銀內險都開始回啦。咁但係反而半導體冇乜回過。你睇華虹半導體近呢1個禮拜或者近幾日呢，係微微嘅一個上升趨勢。講緊成個市場跌嘅時候，佢反而可以逆市升。咁呢個代表佢好硬淨嘅。咁再加上如果你係學生嘅話呢，你知道目前呢一種形態叫做一個收縮嘅形態。OK， 收縮嘅形態，即係講緊個跌幅開始慢慢收窄。咁呢個形態亦都係相對嚟講準備爆邊嘅一個形態嚟嘅。咁當然佢呢刻未突破嘅，所以我唔會喺呢刻去買入。但係最起碼就係目前嚟講，我見到華虹係比較抗跌嘅。咁你睇華虹一定要睇埋中芯噶啦。咁中芯呢，其實同華虹一樣都係抗跌嘅，雖然佢試緊個底啦，咁但係最起碼喺恒指跌緊幾日嘅時候，佢冇乜跌幅嘅。都係一個橫行嘅趨勢，咁所以中芯同華虹咧係我目前見到比較抗跌啲，亦都比較硬淨啲嘅股票嚟嘅。咁當然我唔係話而家呢刻去買啦，因為佢未突破啦。咁但係我哋要等嘅就係等佢突破咯。其實目前嚟講，佢都係行緊一個 down trend 嘅，咁佢係需要突破咗呢個 down trend 咁先得。咁當然華虹只係其中一隻我會留意嘅一個比較硬淨啲嘅股票啦。咁但係跌市期間仲有幾隻硬淨嘅股票係留意緊嘅。咁如果你想知道我點揀呢啲股票出嚟呢？呢度就冇時間講太多。咁但係嚟緊嘅免費工作坊會講多少少嘅。今次工作坊內容會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嘅。咁之前係會教大家揾爆升股啦。咁通常升市期間會揾爆升股嘅。咁但係跌市期間呢，我策略上會有少少變化嘅。我會揾一啲抗跌嘅股票，係跌市期間佢都唔係好跌嘅，
同埋仲有其他一啲幾個兩三個嘅選股條件去揾啲跌市當中嘅潛力股去到撈嘅。咁啊呢個工作坊就會講呢啲內容啦。咁啊免費嘅，但係名額有限嘅，你有興趣喺留言區嗰度就可以報名噶啦。咁啊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下星期再 update 大家最新嘅市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